宇宙最低音，張曼玉新歌，楊冪都話差點滾下樓梯。哇！呢把地獄聲聽唔聽得出係邊個唱？相信難估過強國節目蒙面歌王嗰班歌手咯。嗱，開估啦，唱呢首歌嘅係50歲嘅影后張曼玉。呢首歌係佢為電影《戀愛中的城市》演唱嘅主題曲。如果沒了你，佢仲包辦埋作曲填詞添，唔只有國語，仲有英文詞噶。如果沒了你，世界會繼續轉變，美麗的地方，小鳥依然飛翔。嗱，呢首講愛情嘅歌個 key 超級低音噶，要幾低有幾低，真係低到男人都未必唱到啊！加上首歌旋律又慢，成首催眠曲咁，唔知幾多人可以捱得住聽晒成首歌呢？嗱，其實張曼玉把超級低音老牛聲出名勁下噶啦，12年喺北京活動啊，或者上年上海草莓音樂節中獻唱，已經叫人畢生難忘。雖然歌後備受批評啊，不過張曼玉從來都冇放棄成為歌手呢個夢想噶。講翻呢首歌好唔好聽就真係見仁見智啦。不過強國網友今次竟然讚多過彈，有人話聽完感動到喊，就連主演呢部電影嘅楊冪啊，仲誇張到話聽完之後啊，激動到差啲跌落樓梯添啊！大家好，我係花生仔，我首度登場 Face Pop 同大家剝住花生睇潮文。